各位香港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日帶大家睇下清遠市區嘅鑽石筍盤匯豐花園。好多朋友擔心返香港嘅交通，呢度同跨境大巴上車點只需10分鐘車程，無論係去清遠高鐵站，定係陰清城軌青城站都是20分鐘，一腳油門就上去陰同汕站高速，去廣州白雲機場都係1個鐘多點。真係話咁快就返到香港飲下午茶，落樓即刻感受到生活煙火氣，樓下商超、藥店、銀行樣樣齊，行多2步就到蓮塘肉菜市場。最緊要係醫療無憂，3甲中醫院同人民醫院都在附近，老人家住得特別安心。想行山吸氧，過條馬路就係1300畝嘅濕地公園。北江河畔釣魚散步，隨心所欲。呢個就係戶型圖啦。房間係有3個嘅，洗手間2個，1個廚房，2個陽台。睇完戶型圖，我哋繼續睇房。先睇下呢個房嘅大門位置，旁邊可以做1個鞋櫃，大門側邊就是廚房。小區落樓即刻感受到生活煙火氣，樓下商超、藥店、銀行樣樣齊，行多2步就到蓮塘肉菜市場。最緊要係醫療無憂，3甲中醫院同人民醫院都在附近，老人家住得特別安心。想行山吸氧，過條馬路就係1300畝嘅濕地公園。北江河畔釣魚散步，隨心所欲。入廚都要有儀式感，44車 L 型廚房雖緊湊但5臟俱全，買反抽油煙機、爐頭、消毒櫃、雪櫃就成為了1個標配廚房。足夠大的台面，防滑瓷磚，特別設計了對流窗，爆炒時也能快速換氣。最驚喜係呢個21尺生活陽台，洗衣機位、晾衫種花都得。睇完廚房，我哋繼續睇屋。即刻睇下呢個327車客餐廳，夠晒氣派。睇下呢個客廳吊頂同大理石電視牆，夜晚開埋燈槽真係好有格調。東北向60車大陽台正對花園，晨早嘆茶睇見成片綠景，成個心情都靚晒。周末想玩新鮮，車程15分鐘就到黃騰峽漂流，牛魚嘴玻璃橋打卡一流，附近幾十間特色農莊，荔枝木燒鵝，北江河鮮日日新鮮。最後提提各位，而家天印廣場有直達香港嘅跨境超市，買慣嘅醬油零食全部買得到。睇完係咪心喐喐？快啲約我睇現樓，搭緊大灣區快車，早買早享受。嚟到休息區，3間房全部送飄窗。呢個就係客人洗手間啦，雙衛設計，朝早全家唔使爭廁所。客人洗手間係42車明窗蹲廁，如果不喜歡蹲廁，可以改返坐廁，可以做1個乾濕分離，有鏡櫃洗手池。業主急放，全新精裝未住過，5600每尺首期8萬，月供1900，租出去都夠 Camera 供樓，計埋大灣區嘅發展潛力，呢個價位真係買少見少。第1個房間可以做老人房，93車長輩房夠晒貼心，落床2步入公衛，防滑磚同扶手都裝好晒。記住我哋嘅優勢。10分鐘跨境巴加20分鐘高鐵加樓下全能配套加53.8萬即買即住，聽日就同你直踩現樓，約定你。第2個是兒童房，10車房打橫放碌架床都得，飄窗改造成書台啱晒細路，擺完1.5米床加書台，仲有位放帳篷同玩具車。我哋最後睇下主人房同主套洗手間。第3個是主人房，129車主臥加32車主圍。
衛浴可以造成乾濕分離且是坐廁位，有明窗採光通風沒問題，鏡櫃洗手池一應俱有。想象下，週末同孫仔喺陽台數星星，朝早同老伴行山採靈芝，得閒 call 香港老友過嚟浸溫泉，清遠香港雙城生活原來可以咁實惠又寫意。主人套房可容納1.8米大床加4門衣櫃加梳妝台，仲有走道位，窗望出去就是小區園林。點擊屏幕下方即刻預約專車，我哋清遠高鐵站等你飲頭啖湯，關鍵係業主急放，約持在手，隨時簽約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視頻下方評論區聯繫我，有我的 WhatsApp，有我的聯繫方式。我哋下期再見。